就提醒各位咧，其實你做閱讀理解嘅時候咧，點樣解讀閱讀理解呢4個字？你係閱讀個文章，但係你係理解考評局。其實你唔係理解個作者講緊啲乜，個作者講緊啲乜唔重要㗎，重要係考評局諗緊啲乜。佢有冇藍色窗簾都好，有冇超讀都好，唔緊要，因為考評局就係個窗簾本身。藍色窗簾嘅嗰個句子，作者用藍色去象徵住憂鬱，呢個咪就係考評局嘅文本咯。我哋就要理解呢個文本啦。所以講到呢度，希望各位同學明白，其實再攻擊考評局，再攻擊老師點樣去解讀咧，係冇乜意思嘅，因為你唔係做緊文學欣賞，你做緊嘅係考試。望下份試卷，窗簾係藍色嘅，究竟藍色窗簾象徵緊啲乜？係作者憂鬱定係讀者老鬱？今日咧就會想同大家傾下呢個問題。而一陣會用到嘅文章係徐國能嘅第9味。如果你淨係對飲食文學有興趣，淨係想欣賞下文章呢，以下落嚟嘅呢一 part 可以 skip 咗佢先，因為我會用文學理論嘅角度去切入，去講講我哋點樣看待藍色窗簾嘅。藍色窗簾係學生對學校老師嘅批評，或者廣義嚟講係對文學解讀者嘅批評。呢個批評會覺得其實一啲自以為專業嘅文學解讀者，好多時候會扭曲咗作者想表達嘅嘢。作者本身冇呢個意思，不過我哋解讀得太多，或者就係叫超讀。一塊窗簾藍色，老師會覺得呢個藍色一定係代表住作者嘅憂鬱，代表住佢唔想再前進，佢對未來絕望灰心。或者作者可能會話：呢個咪就係藍色窗簾咯。究竟呢個批評成唔成立？究竟老師係咪好多時候解讀過多呢？如果係嘅時候，咁學生讀者應該如何是好？我哋要睇一個文本嘅時候，究竟點樣嘅解讀、點樣嘅詮釋先至係恰當嘅呢？既然要探討文本意義，首先咧要探討下咩叫文本先。喺廣義嚟講，文本可以係一切用文字寫成嘅作品，例如詩、小說、散文。廣義嚟講，一切嘅藝術作品、歌曲、電影、舞蹈、繪畫、攝影、雕塑，全部都可以係文本。咁但係咧，呢啲文本單獨存在咧，其實佢係冇意義嘅。我哋諗下，如果而家喺河南，我同你講有啲未發掘嘅曹植遺作，但係咧冇人睇過嘅，公開唔到嘅，咁其實佢一日都未面世咧，一日都係冇意義嘅。文本點先至有意義呢？喺文學理論嚟講，要有文學活動，文本先有意義嘅。而讀者嘅解讀咧，就係其中一個文學活動。好似頭先個例子咁，曹植嘅遺作要被發掘，我哋先了解到佢心境，先欣賞到佢文筆，先了解到佢有幾咁才高八斗。咁呢一啲遺作咧，先有意義嘅。而好多時候咧，淨係有文本係唔夠嘅，因為咧，我哋睇文本嘅時候咧，係會有啲不明所以嘅地方，我哋自然咧就會想了解下作者係邊個。作者嘅身份咧，係好多時候會影響住文本嘅。舉個例子，好似我愛你3個字咁，如果呢個係一個靚仔講，你就會覺得係愛慕之情，我心花怒放，好 sweet， 好甜蜜。但係調翻轉，呢個係醜男，你就會覺得嘔心啦，性騷擾啦，你唔好再搞我啦。我哋就見到作者點樣影響住個文本嘅解讀。而要恰當理解文本，其實社會環境咧都係不可或缺嘅。好多作品咧都有時代意義，唔了解作品後面生成嘅背景，其實解讀咧總係會爭咁啲。觀眾要了解咗日本90年代嘅經濟衰退，再睇悠長假期嘅時候咧，你需要明白嗰一句活着唔使時時刻刻衝刺，低潮就當作放假嘅意義。講到呢個時候，就可以開始認識一下啲傳統嘅文本詮釋方法。首先第一個咧係知人能世，呢個係中國傳統文學成日都會用到嘅嘢。知咧就係知道，能咧就係議論。大家喺初中開始讀古文嘅時候咧，就會發覺每次老師咧都會花好多時間去講解作者係邊個，作者經歷咗啲咩事情。個例子就好似我哋睇曹操嘅《短歌行》咁。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如果我哋知道當時喺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曹操呢個人要喺亂世裏面稱霸，所以佢先咁求才若渴，希望天下歸心。
你就會多多少少感受到曹操嘅愛才之心。但係如果你唔知道呢個人係邊個，你純粹睇呢句呢，你可能都係好簡單覺得咪有個人就好想好似周公咁樣咯，你唔知發生緊啲咩事。但係當然啦，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過猶不及㗎，唔應該走火入魔嘅。但係呢，對作者嘅重視呢，會慢慢去演變成為一個概念，叫做理想作者。理想作者即係呢，我哋會覺得個作者係完美，佢所有文句都係有心意。個例子就好似魯迅有句說話：我嘅後院有兩株樹，一株係棗樹，另一株都係棗樹。如果唔係魯迅寫呢，你俾一般嘅老師會見到覺得呢句好似有啲問題喎，咁點解你唔直接寫你嘅後院有兩棵棗樹呢？你要寫一株係棗樹，另一株都係棗樹。但係如果係魯迅嘅時候呢，我就可以解釋啦，呢個叫做步移法，佢係一步移過去，另一步又見到。或者呢個叫做陳遞，慢慢去引讀者去深入。呢個就係理想作者嘅影響啦。只要佢係一個名作者，我哋總係覺得佢講嘅嘢咧係有道理嘅。而有理想作者咧，當然咧都會有理想讀者嘅。一啲受過好多文學訓練，覺得自己好有個人文學觸覺嘅人咧，就覺得自己咁叻咧，一定可以準確去理解作者嘅說話嘅。仲要佢唔會接受其他嘅解讀，就覺得自己100% 係正確嘅。講到呢度，大家就會講，呢個咪就係藍色窗簾咯，考評局咪就係做緊呢啲嘢咯。但係大家冷靜啲先，我係會再分析考評局同埋藍色窗簾嘅關係。呢度咧就講咗個故事先。記得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咧，有一堂文學堂係 tutorial 導修課嚟嘅。咁個老師咧，其實喺散文裏面呢個界別咧都叫有啲名氣，佢一講出嚟咧就大家都識，大家都知，佢甚至寫啲文咧係一啲權威嚟嘅。咁當時就要讀現代文學，就讀5、4時期，佢就俾咗個作家我哋啦，我唔記得咗係梁遇春定係許地山，咁但係都唔好重要嘅。總之有篇章，然之後佢就會好理想讀者或者理想作者嘅解讀咯，佢就好字斟句酌。就要我哋睇下究竟佢每個字或者每個意象究竟係咩意思啊。咁去到輪到我要講嘅時候，我就講咗句我哋喺度推敲做咩啫？你不如打電話俾個作者問下佢啦。我一講完呢句，啲同學笑，個老師都笑。咁佢哋笑可能覺得喂，你係咪玩嘢或者你係咪唔識嘢呢個死咗咯。嗱，我就真係講緊即係真正嘅作者已死。我當時嘅意思就係其實冇意思嘅，佢都死咗啦。我哋仲喺度用咁多方法去解讀佢，好似諗究竟佢想講乜唔想講乜嘅時候，咁有咩意思呢？咁我哋大家都叫做受過中文訓練噶嘛，大家都知道一啲基本嘅象徵、基本嘅比喻噶嘛，咁我哋咪用我哋嘅理智，我哋去分析佢咯。如果你分析唔到嘅，你就唔好夾硬俾太多唔同嘅意思佢啦，咁冇意思噶嘛。我大概講咗呢啲嘅說話去做解釋，個老師呢就啦，就岌頭啦，咁佢就冇乜回應嘅，咁好似真係撩鼻一説咁。但係我都知咧，其實佢唔係好中意。到最後咧，我喺呢科咧，好似只係攞咗個 B 麥定 B 啫，咁就唔係好好，因為我本身其他科成日都 A 麥A 咁樣，就係咁啦。有啲特別佢受過文學訓練，特別覺得勁嘅人咧，佢就係會咁樣噶啦，佢就係中意去解讀好多唔同嘅方式出嚟。而當時我嘅説法咧係偏向現代一啲嘅。咁但係咧，我又唔係指緊真係羅蘭巴特嗰種作者已死，因為羅蘭巴特講嗰種作者已死咧，其實係講緊文本嘅意義咧，係由讀者個人去詮釋去所賦予嘅，就唔係來源於作者嘅。但係我只係講緊，我哋唔好解讀咁過分啫。喺羅蘭巴特嘅作者已死會咁講，當一個作品生成咧，作者嘅聲音咧就冇意義嘅，反而咧文本嘅意義係由作者去決定。咁樣講可能有啲深啦。舉個例子就係，大家咧都會聽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呢句説話。大家都會覺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咪就係講緊人會自私噶咯，人會不擇手段噶咯。咁但係呢個字其實唔係為己，其實係為己啊。為係修為個為，即係話每個人咧都要有自己嘅修行，都要自己慢慢進步，慢慢去變好。咁你唔敢做嘅時候就天誅地滅啦。其實呢句係一句絕對係一句褒義嘅句子嚟嘅，但係啦，我哋大家聽到嘅時候就會去誤譯咗，但係誤譯咗唔緊要㗎，都冇人會理會佢原字係啲咩嘅，
咁呢個都可以叫做一啲少少嘅應用或者少少嘅例子，見到其實都有啲作者已死嘅情況喺呢度出現咗。所以作者已死就係你見到啲咩，其實就係啲乜嘢，唔需要理會個作者原意，甚至你解讀同作者原意係違背都冇問題。咁樣講落去呢，其實唔係作者已死，只不過係原作者已死，而我哋讀者都變成一個作者，喺解讀嘅時候呢，我哋就變咗個作者本身，我哋去賦予個文本意義。頭先講咗作者為本，講咗讀者為本，咁當然啦，都會有一啲係社會為本。社會為本呢，最似嘅例子係革命文藝。革命文藝即係共產黨佢去執政初期發生嘅事情。喺呢個框架之下呢，其實所有嘅作者、所有嘅讀者都唔重要，最重要係個社會。個文本嘅意義係由社會去決定，甚至係社會去創造呢個文本。個文本對個社會都當然會有催化，可以會催生到呢個社會。例子有當時革命嘅樣板戲啦，我哋唔會記得究竟啲樣板戲個作者係邊個，我哋唔會去諗佢啲演員係邊個，因為大家發覺啲樣板戲嘅故事情節、演員做嘅方式都係一式一樣，大家都係講緊歌頌共產黨、歌頌呢個農民階級，我哋要打倒地主。咁呢個就係由社會去壓制個文本嘅時候會發生嘅事情嚟嘅。或者義勇軍進行曲，即係中國嘅國歌，我諗有啲人都會知道佢嘅填詞人聶耳同埋田漢幫國家寫咗呢首咁好嘅歌啦，即係佢哋認為嘅時候，但係佢哋呢係冇好下場嘅，都係被批鬥，都係唔受尊重。咁呢啲就係冇人理究竟個作者係邊個，冇人理佢有啲咩功德，淨係講緊呢首歌可以去宣揚到國家，可以去一啲 so call 叫做宣揚國威嘅事情呢，就會去做到噶啦。而去到後現代有一個再極端啲嘅主義呢，叫做解構主義。解構主義呢會不停放大個文本，而將其他嘢壓縮甚至消滅。就係總之我會喺個文本裏面，我逐句逐句，每個字每個結構每一個斷句去解，究竟會唔會解到啲其他嘢出嚟呢？呢個解讀呢，好多時候呢會同大眾嘅理解，甚至係作者嘅看法呢，都係有唔同嘅，但係呢係唔需要理會嘅。講咗咁多唔同嘅主義，咁當然啦，我自己嚟講就會好真智慧，就係即係各打50大板，或者大家打和啦。我覺得去解讀一個文本嘅時候呢，其實好難話放大某一樣嘢，我唔睇某一樣嘢㗎。好似我最原初所講，其實我哋嗰一句句子一定係有一個社會嘅意義，一定係會配合翻當時嘅時間嘅。我哋好難去抽空完全唔討論一樣嘢，或者淨係討論某啲嘢嘅。咁當然啦，呢4個圈嘅大小我哋都要睇翻個文本去決定。咁但係呢，我覺得頭先嗰幾種嘅解讀呢，其實唔係互相違背或者唔係互相矛盾㗎。冇人話我哋淨係可以用一種理論嘅，我哋可以用知人論世，我哋了解咗作者原意，但係我哋都可以用上帝意識去講緊自己解讀，講緊自己點樣睇呢篇文。咁當然啦，你話你要好文藝嘅，你要去玩下啲結構手法嘅，你要做文章嘅，你要去用結構主義都冇問題。所以頭先講嗰啲理論呢，唔一定係一個對立面嚟嘅。講咗咁多文學理論，咁我哋始終都要面對翻呢個問題。喂，究竟考評局有冇超讀先？呢個時候呢，我就會想同大家睇一篇文章，就係徐國能嘅第9味。咁呢篇文章呢，係2014年嘅考試內容嚟嘅。如果大家有文喺手嘅，或者之前睇過嘅，其實可以又飛一飛呢段先。如果冇嘅時候呢，就可以聽我邊讀邊解。咁睇完呢篇文呢，我哋就可以再落去下面嘅討論啦。我哋逐段逐段去睇，而每一段比較重要嘅句子，其實我都已經 highlight 咗俾大家。我的父親常說，吃是為己，穿是為人。呢句說話上嚟呢，都有啲意思。吃在肚裏面，長喺身上面，自是一點肥不了別人，但係着喺身上面，漂亮完之後呢，往往取悅咗人哋，就折騰咗自己。父親做菜嘅時候係咁講，食菜嘅時候都係咁講，見到我哋着新衫都係咁講。我一度以為呢個係父親嘅人生體會，喺後尾先知道我嘅父親並唔係呢個哲學嘅始作俑者，而是當時我哋嘅健樂園大廚曾先生嘅口頭禪。呢一段
講咗句格言：吃是為己，穿是為人。而呢個出處係建樂園嘅大廚曾先生。一般嚟講，我哋對於廚房裏面嘅師傅多數係稱呼某廚，好似劉廚啊、黃廚咁樣。老一輩或者矮一輩嘅呢，就叫做老李、小張。唯獨曾先生，大家都叫佢做先生。呢個係一種尊敬，有別於一般廚房嘅人物。我哋見到佢開始帶出呢個人，而呢個人呢，好不凡嘅，大家叫先生。曾先生矮，但係矮得精神，頭髮已經略為花白，而眼角呢，冇一絲嘅皺紋。從來呢都睇唔到曾先生幾多歲。我未見過曾先生着一般廚師嘅圍裙高帽。熱嘅時候，佢淨係着一件麻山水青斜衫；冬天嘅時候呢，就係月白長袍，乾乾淨淨，唔染一般廚房嘅油膩煙腥。唔識佢嘅人見到佢一臉清渠，眉目之間總有一股凜然之色，恐怕以為佢係一個不出世嘅畫家或者詩人，或者係笑傲世事嘅某某教授之流。仍然係佢寫曾先生係一個不凡嘅人物，佢嘅容貌、佢嘅衣着、佢嘅體態都係唔簡單嘅。曾先生從來唔會喐手做菜，佢淨係食菜嘅啫。就算再忙呢，曾先生都係一派閒閒咁坐喺櫃台面前讀佢嘅《中央日報》。聽講呢，佢中意唐老孫先生嘅文章。雖然門派唔同，曾先生係湘川菜，而唐老孫呢係北方味嘅。但曾先生話：天下嘅吃呢，到底係一個樣，不過係一根舌頭九個味。嗰陣時我10歲，唔中意讀書，從來就喺廚房裏面捐出捐入。我淨係知道酸甜苦辣、鹹濕腥蔥白味。至於第9味，曾先生話：靚仔，你幾多歲啊？就想食遍天下，滾你嘅蛋！父親話：曾先生係花咗大錢請嚟嘅人物套交情先可以請翻嚟嘅。如果唔係當時建樂園，點可以勁過新愛群一個等級呢？哇！俾錢請人嚟，淨係食唔做嘢，我心諗點都係唔抵嘅。呢段除咗講曾先生嘅唔同之外，都帶出咗一句格言啦，亦都係呢篇文嘅重心。第9味，天下吃嘅都係一個樣，不過係一根舌頭9樣味。我自細命好，有得食。母親嘅手藝好好，好似包粽，不過就係豉油糯米加豬肉。我小學莊老師嘅婆婆就係一口氣食咗2個呢，就送咗去醫院。老師打電話嚟問秘訣，阿媽上咗半日就話：竹葉2張要一清一黃，豉油要攪拌，豬肉唔可以太肥太瘦，蒸完之後要烚乾。如果咁都係算秘訣嘅話，但係父親對母親嘅廚藝係鄙視嘅。母親係浙江人，我哋屋企有道家常菜叫做冬瓜蒸火腿，做法簡單，將火腿切成薄片，冬瓜呢就取中間嘅一截，削成皮之後呢就切成梯形狀，一塊冬瓜一片火腿就好啦，蒸熟就可以食。要知道呢個菜嘅秘訣就在於蒸熟嘅過程，冬瓜會吸乾火腿嘅物質，所以呢上桌之後呢，火腿已經淡然無味。而冬瓜就具有瓜蔬嘅清苦之風，同埋火腿嘅華貴之氣，心軟邊硬，汁甜不膩，令人傾倒。但係父親呢，總係嫌母親切菜嘅時候呢，肉片厚薄不一，瓜塊大小不勻，所以味道有啲太濃，有啲太淡，只能夠湊合湊合。呢段插入咗母親嘅廚藝，冬瓜蒸火腿。父親喺買菜、切菜、炒菜調味上面呢，都幾有功夫。一片冬瓜切到眼係好似量角器咁精準，呢個刀工梗係大有來頭啦。但係咧同本文無關，我就唔講住。話說父親有一手絕藝，但係佢成日感慨，佢最多都係二廚嘅啫，真正嘅大廚咧，淨係得曾先生。講翻曾先生，永遠都係大廚，亦都係真正嘅大廚。稍具規模嘅餐廳都有大廚，有啲名氣高嘅廚師身兼數家大廚，就叫做通造。曾先生唔係通造，但係唔代表佢名氣唔高。建樂園嘅席呢係有分價位嘅，逢親曾先生牌嘅席一定會貴啲。外行人成日都以為曾先生牌嘅席就係請曾先生設計一道菜，由冷盤去到甜品，其實唔係咁。菜式同埋菜序排唔排呢？
都係咁樣嘅啫。差別只係咧，上菜之前曾先生有冇食過。後來我見到曾先生都係一食就得啦，冇打過回票啊。有時甚至淨係望一望，有啲人認為呢個只係形式，咁都係外行話。要知道喺廚房入面經年累月嘅師傅，大多都熟能生巧，成日都中意克扣菜式，中飽私囊，或者變魔術，譬如鮑魚、海參、排翅呢啲成色唔同嘅，有啲價差嘅。即使係冬菇、筍片、大蒜呢，都係失之毫厘，謬之千里。而大廚嘅功用就喺度啦，佢係餐廳信譽嘅保證。有大廚牌嘅席，廚師唔會裝神弄鬼。大廚嘅舌頭係老天上嚟人間享福嘅，禁不起一點假。你唔好諗住呃佢啊！味精葱雞湯，如果俾人發現，就算你係國家鑑定嘅廚師，都好難再喺廚藝界立足。咁江湖上面就冇你呢號人物啦。有啲人顧忌曾先生嘅席冇人去敢耍滑頭，當然係順利穩當。講緊曾先生嘅不凡。聽父親講，而家廚藝界咧就好混亂，嗰啲通造咧有時係兼南北各地嘅大廚，一晚咁多筵席，邊個可以孫悟空咁千萬分身啊？所以咧，一般餐廳都係馬馬虎虎湊合，言下有不勝唏噓之意。但我哋要記得，曾先生唔係通造，佢就係做呢一間嚟嘅啫。曾先生同我有緣，呢個係趙胖子講嘅。每次放學，我一定會去餐廳逛，將書包朝住嗰幅金光閃閃嘅樂遊園歌上面一抌，匿入去廚房揾嘢食。呢個時候，曾先生大概咧都係睇緊中央日報，經常有一箱吉士果汁杯嘅高粱。早年嘅白金龍算係好酒，曾先生嘅酒咧係自己帶嘅，佢從來唔會飲餐廳嘅酒，唔會好似趙胖子佢哋成日咧都乾飲。趙胖子中意叫曾先生做師傅，但係曾先生冇搭理過。曾先生特別中意同我講古仔，說南道北，尤其半醉之際，曾先生中意食辣，話呢個係百味之王，正因為王者之味，所以咧其他味不易親近。有啲菜入面酸甜鹹濕交雜，曾先生叫做風塵味，冇意思。辣喺味嚟講咧就最高最上，唔會同其他味混合，係王者嘅氣象，有君子自重之道在其中。曾先生話用辣咧就一定要慢，否則就係昏君庸主，干己凌遲，人人可欺，國家焉有不亡之理？而甜就係後妃之味，最解辣，最宜人，好似秋月春風。但用甜咧就要用淡，呢個先係淑女之德。太過膩嘅甜咧就最令人反感，係露骨嘅譀味。曾先生成日同我講呢啲，我都似懂非懂。趙胖子真係一邊暗笑，靚仔幾多歲啊？識啲咩啊？父親成日抄筆記。有一次父親問起鹹苦兩味之理，曾先生話鹹最俗，苦最高。常人咧每一日唔可以冇鹹味啊，但係苦咧一日都唔可以受。況且苦味咧要等眾味方散咧先至發覺，係味嘅隱逸者，好似晚秋之谷、冬雪之梅。鹹就最易化泄，入口就知，好似最尋常不過。但好奇怪噶，鹹嘅極致咧就係苦，所以尋常之中往往都有不尋常之處。舊時王謝堂前燕，就睇你點樣試，點樣用。呢度講出咗好多味道嘅道理。曾先生從來唔會阻止父親做筆記，但係佢成日話烹飪之道咧要自出機杼，得於心而忘於形。寫筆記咧都係紙上功夫，同真正嘅食咧係唔可以同日而語嘅。建樂園結束喺民國70年，從此我哋屋企冇人再傾吃呢樣嘢，好似有啲傷感。建樂園嘅結束同埋曾先生嘅離去有好密切嘅關係。曾先生好賭，有時成日一連幾天唔見人影，有人話佢去豪賭，有人話佢去避債，邊個都唔知道，但係經常急死大家。好多次趙胖子私底下建議父親，曾先生似乎唔係幾可靠，不如另請高明。但總被父親一句刀3火5吃一身回絕，意思係刀工3年可以練成，火候精準嘅要時間稍長，但係真正可以吃出真味嘅，一定要用一輩子去追求。
唔係一般遇得上嘅。父親對曾先生既敬且妒，自不在話下。據父親回憶，嗰一次羅中將嫁女，見樂園同新愛群都想接下呢筆生意，結果羅中將賣曾先生個情面，點嘅係曾先生排嘅席，有百幾桌之餘，呢個當時係宗大生意，而羅中將又係同鄉名人，父親同趙胖子摩拳擦掌準備一番，但曾先生當晚卻不見人影。一陣雞飛狗跳，本身父親要退羅中將嘅錢，但係趙胖子一定話唔得。一嚟冇大廚牌嘅筵席，其實對羅中將嘅面子不好看；二嚟呢筆數目唔少，對當時已經危機重重嘅建樂園嚟講係救命仙丹。趙胖子發誓一定要好好做，唔會有差池。呢個趙胖子唔好睇佢一臉肥相，好似離勒轉世，但論廚藝都係博大精深。佢中環廚藝界都有20-30年，係獨當一面嘅人物。嗰日見佢游汗如雨，好似百臂金剛，將鏟著使得風雨不透。本來宴會進行得好順利，一道菜流水席咁上。喺最後關頭，羅中將半醉之際舉起酒杯，就話要敬曾先生一杯，場面一時僵住。事情揭穿咗之後，羅中將鐵青住臉，當一聲抌低酒杯。最後竟然有啲不歡而散。幾個月之後，建樂園都冇再接到大生意，衛生局又經常上門操勞，清廉得不尋常。父親本身經營不善，欠債累累，終於倒閉。呢兩段都講咗曾先生佢缺席，令到建樂園執笠嘅真相。曾先生從此冇出現過，嗰個月嘅工資都冇攞，淨係留低半樽白金龍高粱酒，俾趙胖子摘了個稀爛。長大之後，我問父親關於曾先生嘅事，父親話曾先生係雙鄉人，似乎係曾迪新家嘅遠親，同我哋算係小同鄉。據講，清朝皇帝想俾曾迪新家一個廚子，呢個御廚冇仔，將本事傳咗俾女婿，而呢個女婿就係曾先生嘅師傅。對於呢種稗官野史，我就將信將疑。不過父親話，要真正食嗰啲好嘢，先係做大廚嘅命。曾先生大約係有啲背景嘅，而佢一生窮苦，係命不如曾先生。父親又話，曾先生呢種人食盡天地精華，往往沒有好下場，唔係帶住病根，就係有一門惡習。其實呢啲年嚟，父親一直知道曾先生躲喺道上面兄弟嘅債，過唔到一天好日子。所以父親話，平凡人有平凡嘅樂趣，自有其甘醇嘅真味。建樂園之後賠賠賣賣，父親只係攞返幾個帳房用嘅算盤。小學珠算課，我好驚奇咁發現嗰個上二下午嘅珠算同埋老師用嘅算盤大不相同。同學過嚟爭住睇我呢個好似連續劇裏面武林高手用嘅奇門武器，但係冇人會打呢種東西。我淨係扮一扮嘢，上下各少一顆珠子，湊合湊合。學校畢業之後，我被分發去到澎湖做裝甲兵。喺軍中我沉默寡言，朋友極少，放假又冇乜親戚家可以去，一個人呢就喺街上面亂逛。有一次喺文化中心睇完書報，諗住食一餐，轉入附近嘅巷子，一紮低矮嘅小店歪歪斜斜寫住九味牛肉麵。我心中一動，入到店裏面，簡單嘅陳設同埋極少嘅幾種選擇，不免令我有啲失望。有個伴女人幫我點單落菜之後，自顧自咁忙咗起嚟。我呢個時候發現暗冥嘅店中有一個人，有個禿頭嘅老人家沉浸電視新聞嘅巨大聲量之中。好熟悉嘅背影啊！尤其桌上面嘅中央日報，同埋嗰個早已滿席油水唐老孫嘅天下味。曾先生，我大聲嗌咗幾次，佢冇回頭。我哋老闆姓吳。伴女人端面來嘅時候咁講，唔係啊，我姓曾。曾先生坐喺我面前，我哋傾起咗好多往事。曾先生依然精神，但係眼角裏面已經有啲落寞同埋滄桑。本身廚房嘅氣味，磨破嘅袖口油漬斑斑，諗落應該常常抹在下面。我哋講到咗食，曾先生話，一般人中意食，大多都食之無味。識得分味道嘅先至可以叫做食。
但係真正入味嘅人呢，其實又唔在乎食，好似嗰啲大和尚飲一杯水都有好多道理。我只要招牌問佢九味係咩意思，曾先生話辣甜鹹苦係四主味，屬正；酸殺腥蔥係四賓味，屬偏。偏不能勝正，賓不能奪主。主菜要用正味出之，小菜就偏味。所以好嘅筵席往往都係正其相生而始，正其相克而終啊！突然之間，我覺得好似返到健樂園嘅廚房，滿被子菜香酒香，爆肉嘅碧波聲，剁碎嘅篤篤聲。趙胖子一邊暗笑，而父親勤於做筆記。我無端咁想起健樂園歌堂口嘅一幅字：樂遊古園歲深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言世最高，長川對酒評如掌。嗰啲逝去嘅好似流水，好似雲煙。有幾多繁華嘅盛宴，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有幾多人事在其中，而沒有一樣嘢係留得住嘅。曾先生談興極好，用香吉士嘅果汁倒咗杯白金龍，顫抖咁舉起，我哋眼中都有咗淚光。佢憶年年人醉時，至今未醉已先悲。我記得樂遊原歌係咁講嘅。我哋一直飲到夜闌人靜。之後幾個禮拜忙住檢查裝備，冇假放。再次去揾曾先生嘅時候呢，貼上今日休息嘅紅紙。一直到我退伍，我知道我再都揾唔到佢，心中不免茫然。有時諗一諗，嗰個會唔會係一場夢啊？我對父親講起呢件事，父親冇乜驚訝，只係淡然咁講：勞碌一生，冇人嘅時候急死，有人嘅時候忙死。我唔知道佢講乜嘢。而家我重拾起書本，覺得天地之間充滿咗學問，一讀一飲都係一種歡慰。有時我會翻出樂遊原歌吟和一番，有時我會諗起曾先生嘅說話嘅趣味。曾先生一直都冇話俾我聽第九味嘅真意究竟係啲乜，或者連佢自己都唔清楚，或者因為佢相信我好快就會明白。文章就講完，唔知對於一啲第一次睇呢篇文章嘅人嚟講呢，有啲咩感受？或者你睇個間低嘅關鍵字、關鍵句子呢，唔知你理唔理解到究竟呢篇文講乜？呢篇文如果大概要再綜合一下，就係作者去講起佢喺健樂園嘅時光，而通過呢個時光佢講起曾先生呢個人。曾先生呢個人呢，好不凡嘅，佢係一個廚師，但係呢，佢唔使煮餸，佢唔使煮餸，佢淨係坐喺度呢，有錢收，而佢喺江湖上面呢，應該都有啲名氣。佢嘅口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理論，有好多對食嘅唔同嘅心得。然之後呢種人，但係佢又會令到健樂園執笠，因為佢好賭，因為佢有好多可能見不得人，可能不足為外人道嘅歷史。到最尾，作者喺澎湖再見翻曾先生，然之後佢哋又傾起一啲往事，又傾起一啲食，令到作者覺得又好似翻返去以前。喺佢憶述曾先生呢個人生嘅起跌之餘，佢可能表達咗一啲感慨，亦都通過飲食去講緊一啲對人生嘅人生嘅感受。大概如果我哋講呢個故事嘅內容就係咁樣樣。咁我哋要點樣賞識呢篇文章呢？或者做文學賞識應該點做呢？我哋可以去睇句子，字斟句酌，睇下修辭，睇下各樣嘅事情。但係咁樣樣呢，就可能會有啲悶。而我覺得咧，講修辭講文采咧，其實唔係文學嘅本質，或者唔係散文嘅本質。喺呢度咧就引一引我曾經喺 Facebook 裏面見過嘅一個 post。呢個人咧叫宋尚偉，其實我唔知佢係邊個嚟嘅，不過有人 share 咗，咁我就睇一睇。睇完之後咧，我都幾深刻，或者我幾有領悟，因為佢講緊佢做完文學評審嘅一啲感覺，亦都係對參賽者嘅一啲勉勵。如果當時睇呢篇嘢嘅時候咧，我正就係投咗2個文學獎，而2個文學選咧都好不幸咁落選，或者自己能力本身有限啦。咁但係我睇到呢個 post，呢個 post 講咩咧？我自己做文學獎評審嘅時候咧，都會講完自己評分要點之後咧，就同學生咁講。有啲事情咧，我要講咗先。文學獎嘅競技咧係同類嘅競技比賽，咁你自己嘅技術
或者文本裏面點樣勾引人心嘅部分要不斷琢磨，至少令到作品喺同一個水準平台之上。如果你最尾冇得獎，咁唔代表啲乜嘢，亦都可能只係我或者其他老師未見到你嘅好。文學獎嘅稿件一次嚟咧都係幾十件幾百件，雖然我哋盡力去睇，但係都會因為個人主觀嘅因素漏掉你閃閃發光嘅點。一篇作品得獎有好多因素，我自己以前喺投獎嘅時候都當結果係抽籤，或者呢篇作品喺呢一邊冇被選上，換一個獎就上咗啦。所以咧，即使冇得獎咧，都唔好沮喪，因為得文學獎咧唔代表啲乜，重點咧係你以後嘅路要點走，或者你喺文學獎之外嘅人生要點樣過。呢句話我送俾大家，我覺得咧好多人都需要。呢段話咧講咗文學獎嘅真相，其實有時咧都係抽籤嘅，有時就算你幾好都好咧，都未必有人發現。而我想講嘅重點咧，其實係佢最前面嗰句。就係文學獎係同類競技嘅獎項，你自己嘅技術或者文本內容要勾引人心嘅部分要不斷琢磨。我覺得技術當然係重要㗎啦，但係一篇文學作品，一個藝術作品，其實最緊要係勾引人心。咁勾引人心呢個字咧，可能比較負面。如果我轉個字嘅講法就係感動人心。其實我哋點睇一篇文學作品好唔好？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究竟感唔感動到人。要感動到人先，然之後佢嘅技術其實各樣嘢咧都只係次要。我哋可以做一個好明顯嘅對比，一篇文學作品佢嘅修辭好靚，各樣嘢好靚，但係其實佢冇乜內容，佢又唔會令到人有啲感觸，唔會令到人反思。調翻轉，有一個人寫嘢，其實佢可能冇乜受過教育，冇乜受過文學訓練。舉個例子，我哋喺監獄裏面一啲人嘅書信，佢哋呢啲人咧可能冇乜受過教育。甚至冇乜受過文學嘅教育嘅，佢哋寫嘢佢哋唔識用修辭，唔識用對偶排比嘅，但係咧我哋見到係會感觸嘅。我會覺得後者嘅作品咧其實比前者係更有價值嘅。咁當然啦，一個好嘅文學作品就係喺勾引人心之餘，喺感動人心之餘，佢都要有佢嘅技術，但係個本質都係感動人心嘅部分。所以咧我會講下呢篇文咧，佢當然好啦。佢當然嘅用字都有一啲滄桑，有啲歷練啦，亦都佢對於飲食文學，佢對於一啲菜式講咗好仔細，講得好精準。對於一個唔係好識煮嘢食嚟講咧，你會覺得哇好豐富啊！佢講咗好多我哋唔識嘅嘢嘅。但係我想講嘅就係佢最令我感觸嘅地方究竟係邊度咧？我都係喺2014年嘅時候，考試局出咗呢篇文咧，我先識欣賞呢個作家。我會咁多年過去咧，我都好記得呢句，我成日都諗起嘅。那逝去的像流水，像雲煙，多少繁華嘅盛宴，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多少人事在其中，而沒有一樣留得住。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係筵席咧有不盡之歡樂。人生在世，每個人都會經歷好多繁華嘅盛宴，無論係實體嘅、飲酒嘅、打機嘅、玩樂嘅，定係抽象象徵嘅。我哋同人嘅相遇，同父母、同情人、同老師，各種嘅遇見咧，其實都係繁華嘅盛宴嚟㗎。但係我哋又明白，有時咧總係有幾開心都好咧，總係要離別。而作者嘅呢一句咧，佢講嘅唔止係曾先生，佢仲係講緊以前少年嘅時候喺健樂園開心嘅日子。所以睇到呢句嘅時候咧，自不免會諗起呢啲好多人。諗起曾經遇過嘅人，諗起曾經遇過又講咗再見嘅人咧，自然咧作為讀者咧，其實都會有啲唏噓在其中。當然啦，我諗起嘅唔係曾先生，我唔識佢，我諗起嘅亦都唔係趙半子，但係佢會令我諗起我身邊嘅唔同嘅人。呢個就正正係頭先文學詮釋理論所講，文本嘅意義咧，有時就真係由讀者賦予。而另一個位令我都幾認同嘅咧，父親又話曾先生呢種人食盡天地精華，往往沒有好下場，唔係帶住病根，就係有一門惡習。我都唔怕同大家講，我就唔係成長於啲乜嘢富戶家庭嘅，我以前屋企係攞綜援嘅。阿媽咧成日都講我哋屋企冇錢啊冇錢啊，佢講我哋有幾慘。我以前咧會成日都好羨慕身邊啲有錢嘅同學，我就覺得佢哋就好啦，
佢哋細細個就可以學乜學乜，佢哋又點勁點勁點勁。但係我越嚟越長大嘅時候呢，發覺一啲曾經我好羨慕、我好妒忌嘅人呢，原來唔係嘅喎，每人都有自己難處嘅喎。我成個中學時期冇補過習，屋企亦都冇錢補習，我都會覺得人哋就好啦，有受過咁多教育。但係調轉嚟講，我又會見到其實佢哋都好慘，好似而家我啲補習學生咁，佢哋係有好多資源啊，但係佢哋假期呢冇假放，佢哋嘅父母對佢哋有太高期望，搞到佢哋自己本身壓力都好大。而人生的確呢係有唔同嘅路徑，其實唔同路徑之間呢都冇乜好比較。好似曾先生咁，係勁啊，但係呢啲人呢，總係有啲惡習，總係有啲奇奇怪怪嘅嘢。有咁不凡嘅人生呢，有起有跌，未必係一啲平凡人呢可以感受到。我亦都識一啲人呢，真係初頭識佢嘅時候呢，係閃閃發亮嘅，覺得佢咩都叻啊，點解咁勁嘅？點解好表面風光？但係細心認識之後呢，我又發覺其實佢風光之後呢，佢自己都有好多問題要處理。所以就如同黎明所講，風光過後有險阻，但係坎坷過後呢，有艇搭。人生呢，真係唔需要去羨慕妒忌任何人嘅。講完自己嘅領悟，咁我哋又睇翻呢個問題，咁究竟第九味係啲咩先？因為當年就係呢一題就難倒咗唔少嘅學生。我當年去做嘅時候呢，我會覺得第九味呢係一種滄桑嘅味道。點解呢個滄桑呢？因為佢第4段裏面講到，曾先生話：靚仔你幾多歲啊？你就想食遍天下，你就行開一二邊啦。咁呢個意思係乜嘢？你細個你要想食遍天下唔得，即係話你要大個啲，你要遊歷多啲，你先感受到噶嘛。而第九味就係嘗遍天下，咁咪就有天下嘅滄桑嘅味道。你要經歷咗好多細節嘅變化嘅時候，你先感受到嗰種人生嘅味道、人生嘅意義。但係考評局嘅評卷參考呢，原來係就係平淡嘅真味。如果我要攞上文呢，我就一定要去寫平淡真味。而我寫世事滄桑呢，其實只係得3至4分嘅啫。咁原因係咩呢？佢話因為第九味呢係淡而無味。曾先生同埋作者談吃喺味道裏面引申出人生嘅哲理。佢認為真正可以入味嘅人呢，並唔在乎吃嘅味道。好似大和尚可以喺一杯水裏面學出許多道理，而作者同埋曾先生再次分別之後，體諒到一啄一飲嘅尋常生活自有道理，亦都令人寬慰。可見第九味係無味嘅淡然真味。佢繼續解釋，曾先生話一般人好吃，只有唔在乎吃嘅人呢，先有真正嘅滋味。好似和尚飲一杯水都飲出許多道理，呢個就係平常係道咯。淡然無味就係第九味，呢個同父親嘅體會平凡人有其平凡嘅樂趣，自有其甘醇嘅真味契合。作者可以將曾先生嘅際遇同埋飲食之道交錯咁寫到自然利落，呼應契合，就係本文嘅巧妙又深刻之處。有學者話：味無味處求唔落，才不才間過此身，說明第九味，可見本文處處流露傳統文化嘅智慧，值得細味。雖然考評局咧都洋洋灑灑寫咗100幾十字解釋點解佢會覺得係平常之道，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佢係有超讀嘅地方。我哋唔需要問作者，就喺文本裏面揾證據咧，其實都唔會揾到啲好充實嘅證據支持第九味係淡然真味。首先喺最尾嗰段，我有時要諗起曾先生嘅說話，但係佢一直冇告訴我第九味嘅真意係啲乜嘢。或者佢連自己都唔清楚。如果呢個係真嘅時候，曾先生都唔知第九味係啲乜嘅時候，咁點解作者可以理解呢？而作者都係理解唔到第九味噶。咁究竟第九味係講啲咩呢？如果呢個第九味係淡然真味嘅時候，咁即係話曾先生講嘅時候佢應該知道啦。咁但係你見到曾先生嘅行為，曾先生嘅各樣嘢，其實佢都唔係做緊第九味噶嘛。如果佢真係理解到，可能對佢人生已經有啲轉變噶咯，佢又未必咁大起大落，佢可能會追求翻啲平淡噶咯。但係佢唔係咁做，佢都唔知係啲咩嚟。相反，反而父親呢，其實佢可能明白到，父親話：勞碌一生，冇人嘅時候急死，有人嘅時候忙死。
父親對於曾先生嘅起跌呢，其實好平淡。佢對於健樂園執唔執呢，好似都冇乜嘢。如果第九味係出自父親之後，父親去解釋，或者父親講俾作者聽，繼而望到咁多嘅事情之後，我就覺得咦，第九味有機會係平淡之味，因為父親明白咗，然之後父親嘗試將呢一個去講俾作者聽。再嚟啦，第四段嗰度，作者問到第九味係啲乜？曾先生話：係你幾多歲就想嘗遍天下？你行開啲先啦。如果第九味只係平淡之味咁簡單，咁佢咪講咯？哦，第九味就係食完之後所有嘢，你就會覺得其實所有嘢都唔重要嘅。其實最簡單就係平淡是福，平平淡淡做人啦。呢個唔係啲咩大嘅道理，唔係啲咩特別深奧嘅嘢嚟噶嘛？咁咪講咯。但係曾先生講乜嘢啊？佢係話：喂，你要經歷咗好多事情之後，你先明白第九味。所以第九味一定係一種滲合住人生悲苦、人生嘅歡樂，各樣事情放喺湧上心頭，然之後你就有啲難以名狀，你都唔知點樣嘅事情，係一種百味紛陳嘅效果嚟噶嘛，冇理由係咁簡單平淡之味就完咗一件事噶嘛。而曾先生第24段所講，佢已經經歷完呢啲起跌，佢匿喺盤湖呢個地方，佢話真正入味嘅係唔在乎食，佢話真正入味嘅係唔在乎食，好似嗰啲大和尚一杯水喝出許多道理，佢唔係話喝出平淡喎，喝出許多道理喎，就係一杯水乜嘢都有喎，咁咪係咪更加顯示咗嗰種百味紛陳嘅效果先？咁呢度當然同佢心境都有啲關係啦，可能佢到後尾開始明白多少少啦，開始經歷咗人生嘅大起大跌啦，覺得簡簡單單係福。咁當然我唔會否認簡單係一個可能嘅答案，或者佢咁多嘅味道裏面一定係有平淡之味，但係唔會完全只係平淡之味。所以當時嘅我對於考評局嘅呢個說法，佢話一定要係平淡真味先有滿分呢，我係覺得係有啲問題，我係唔好認同嘅。而佢喺解釋裏面講呢，佢話有學者用辛棄疾嘅詞味無味處求唔落，才不才間過此身，好似都係支持緊就係無味之處有唔落。但係我哋要留意就係呢句唔係作者講嘅，係有啲學者嘅分析，佢分析用辛棄疾嘅詞，呢度已經係脫離咗文本，用第二個人嘅解讀去解讀呢個作者，咁究竟係咪一個正確嘅方法呢？我就覺得好疑惑嘅。而我哋睇其他嘅證據，當年已經有人問作者：喂，第九味係啲乜嘢啊？佢話第九味答案可以好多，可以係經歷咗百味雜陳嘅人生，最後湧上心頭嘅人生之味。呢個係14年佢所講。然之後去到20年，佢又繼續講啦。我呢幾年呢，我成日俾學生問、老師問，究竟第九味係邊一種味啊？當年我以為嗰個係人生之味。但係咧，我而家更加明白到，原來呢種係一種人生回首歲月嘅悠悠感慨。我哋用作者嘅角度，其實都已經可以否定到呢個就係平淡之味嘅意思。而亦都好有趣嘅就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留意新聞呢？前幾個月呢，有班台灣嘅中學生又係要做第九味呢份卷，然之後佢哋唔識，佢哋點算好呢？佢哋就直接揾下作者出嚟啦，就上網揾下徐國能呢個人嘅電話。咁因為徐國能本身係台灣嘅學校嘅教授嚟，咁所以佢嘅電話應該都公開，應該都係可以揾到。咁佢哋就揾到就打俾徐國能咯。咁就問下喂，徐國能啊，呢個作者究竟第九味係啲咩呢？咁個片段呢，我哋可以睇睇先。對，一開始的時候，覺得他就是一派，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啊，什麼都懂啊，然後很有學問啊，很有見解啊，對不對？那到了中間，你會慢慢的發現，其實這樣子的人物，那他也有他生命中的缺點啊，那也有他的這種人生所沒有辦法克服的。短處啊，對不對？那到了最後，那會覺得說，其實怎麼說呢？就像這篇文章裡面講到的第九味一樣，那其實人生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滋味。那一個人，他也是會有不同的這種性格啊，不同的這種行為思想，那融匯在同樣的一個生命當中。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從他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怎麼講，生命的本質。這樣講能夠回答你了嗎？可以，謝謝。相信片段中嘅學生咧，做咗一樣好多人都想做嘅事，就係直接問作者啦。而呢班學生可能未明白，其實佢哋有幾咁顛覆嘅。今次作者唔單止係透過文字去講啦，唔單止係透過訪問去講啦，佢都直接去解釋第九味係啲乜嘢。咁我哋睇佢嘅解讀嘅時候，咁當然我哋都大概睇到篇文嘅脈絡啦，就係講曾先生一個好勁嘅人，咩都識，好有學問。到中間咧就發覺，原來佢都有缺點嘅，亦都有我頭先所講就係每個人咧有高有低，佢都有自己無法克服嘅短處。所以第九味咧係乜嘢？係人生唔同嘅滋味，係生命嘅本質。每個人嘅第九味都係唔同，佢哋每個人嘅經歷嘅嘢咧都係有唔同。咁所以可以係淡然嘅真味，但係都可以唔係嘅。所以嚟到呢度咧就好清楚啦。其實一直咧考評局用緊嘅模式，如果我哋用翻頭先嗰4個圈圈嘅文本理論去講咧，就係做一樣讀者接受嘅嘢，就係所謂嘅考評局接受啊，就係考評局成為一個唯一嘅讀者，佢咧就會自行去解讀究竟唔同嘅文本有啲咩意思。其實唔止第九味嘅，好多文章咧佢都會好一言堂咁樣接受一種說法嘅。例如係再後幾年嘅孤獨的理由，有時我會講得衰啲所講咧，佢簡直係強姦咗作者。如果你係考生咧，你可能聽到呢度你會好開心，終於有啲人咧去認同我哋所講啦，終於去攻擊考評局啦，佢真係超毒噶。但係我覺得咧，各位同學其實搞錯咗一樣嘢，其實我哋唔係用呢個模式去理解呢份文本嘅。考評局唔係唯一嘅讀者，佢唔係去解讀作者講乜，唔係解讀文本講乜，而應該係咁嘅。其實考試呢回事咧，考評局先係個作者，個文本係個試卷，唔係淨係嗰一篇文啊。咁考生係讀者，你咧其實係要理解個考評局呢個作者究竟想出啲乜嘢，佢咁多年嚟佢嘅慣例，佢自己本身嘅一啲邏輯、一啲思想。所以咧唔好講咩作者已死啊，咩考評局超毒啊，根本考評局就係個作者。咁你考試嘅時候，你掌握唔到作者個心意咧，咁你就攞唔到分數。咁點樣掌握作者心意咧？點樣掌握考評局心意咧？當然啦，佢喺問題裏面其實佢有啲端倪，你會知佢唔同嘅題目之間究竟想導向啲咩結果，或者你睇多啲呢個作者即係考評局咁多年嚟出嘅題目，咁你就大概理解到原來佢係呢條套路。我哋以呢個為本去再去切入佢唔同年份嘅題目嘅時候咧，咁你應該對於個作者嘅理解會多啲。最尾就有少少提醒，就提醒各位咧，其實你做閱讀理解嘅時候咧，點樣解讀閱讀理解呢4個字？你係閱讀個文章，但係你係理解考評局。其實你唔係理解個作者講緊啲乜，個作者講緊啲乜唔重要㗎，重要係考評局諗緊啲乜。佢有冇藍色窗簾都好，有冇超讀都好，唔緊要，因為考評局就係個窗簾本身。藍色窗簾嘅嗰個句子，作者用藍色去象徵住憂鬱，呢個咪就係考評局嘅文本咯。我哋就要理解呢個文本啦。所以講到呢度，希望各位同學明白，其實再攻擊考評局，再攻擊老師點樣去解讀咧，係冇乜意思嘅。因為你唔係做緊文學欣賞，你做緊嘅係考試。最後希望用林黛曼呢句說話作結，佢就係我頭先所講2018年孤獨的理由嘅作者，又係同樣有好多記者問佢，你覺得呢篇文點啊，出成點啊，係咪你意思啊？佢解完之後最尾講咗句，佢話分數會過去，讓文學留下。希望各位同學唔好俾考評局影響咗，考評局並唔係做緊文學，佢係做緊考試。我哋要真正聚焦翻文學。考完試之後，如果有機會就睇多啲文學或者聽多啲我呢個 channel。我哋真正去感受下一篇文本嘅藝術成分，一啲佢哋會感動人心嘅地方。到最後嘅最後，如果你仲可以睇到落嚟呢度嘅時候呢，就真係好希望就俾個 like， 俾個 subscribe， 咁就繼續支持我嘅 channel， 繼續支持我呢。我有多啲時間就可以再拍多啲唔同嘅片，或者做多啲唔同嘅文學解讀。多謝大家，下次見。